歡迎返到嚟天國酵母門徒訓練。喺呢堂課裏邊，我哋要講到乜嘢係神上好嘅、更好嘅同埋最好嘅祝福，仲會講到點樣將祝福去分享俾其他人。如果有人決心嚟跟隨耶穌，要點樣幫助佢哋走向正路，成為神國度裏邊嘅生產者，而唔係一個消費者，同埋點樣得到神樂意俾佢哋嘅一切祝福。一開頭我會先話俾佢哋聽，跟隨耶穌係個祝福，帶領其他人嚟跟隨耶穌係上好嘅祝福，新成立一個屬靈嘅家庭就係更好嘅祝福。咁樣最好嘅祝福就係裝備其他人，亦都嚟成立屬靈嘅家庭。你哋既然決定跟隨耶穌，神會祝福你哋，但我希望你哋能夠得着神上好嘅祝福、更好嘅祝福同埋最好嘅祝福。你願意知道我點樣做嗎？如果佢哋想進一步了解，我就會請佢哋列出100位佢哋已經認識嘅人，再請佢哋從名單上揀出5個人嚟，5個仲未認識耶穌，但佢哋想要馬上去分享嘅人，然後繼續講，跟隨耶穌係個祝福，你哋想要去同邊個分享呢個祝福啊？再教導佢哋分享自己嘅見證，就係神喺佢哋生命中所做嘅奇妙故事，亦都教導佢哋去分享福音呢個好消息，就係神喺世界上邊所做嘅奇妙故事。跟住再教佢哋點樣去分享神嘅上好、更好同埋最好嘅祝福，讓佢哋跟住去練習，以佢哋所揀選嘅5個人嚟為對象，分5次嚟練習。先要講佢哋自己嘅見證故事，跟住再講神嘅救恩故事，最後講神嘅祝福。每一次我自己都當做係5個人嘅其中一位，每一次佢哋要分享個人嘅見證同埋神嘅救恩故事，然後邀請我嚟跟隨耶穌，再嚟教導神嘅上好、更好、最好嘅祝福。每一次最後我會問佢哋分享嘅對象可能會有啲問題或者回應。練習完之後，我會要求再同佢哋見面，如果可能2日後見面係最好，睇下佢哋嘅分享進度如何。我要俾佢哋足夠嘅時間嚟同佢哋所揀出嘅5個人去見面分享，但係我又唔想俾佢哋太多時間，以免佢哋拖延或者唔記得。我一定會問佢哋要電話號碼、電子郵件或者其他聯絡方式。分開前，我會同佢哋一齊祈禱，求神俾大家適當嘅話語，同埋先前佢哋同我練習嘅時候一樣做結束祈禱。2日之後，我哋會再次見面去討論佢哋嘅進度如何。如果佢哋仲未開始去做，就建議再同佢哋練習幾次。喺呢個時候，我會提議同佢哋一齊去見嗰5個人中其中一位可以見面嘅人。總之，我會盡可能去幫佢哋開始行動。我唔會再教佢哋新嘅嘢，只係要俾佢哋機會，鼓起勇氣，忠心去照住佢哋所學到嘅去做。如果佢哋話唔要，或者開始揾藉口，我會祈禱問神，佢哋係神國度裏邊會結果子嘅好土嗎？我係咪應該花時間帶領其他人？如果佢哋做到去向人分享，我哋就一齊開心嘅去慶祝。即使佢哋分享嘅人未信耶穌，但係我仍然開心佢哋聽到神嘅話，順從神嘅話，亦都去分享神嘅話。呢個就係忠心嘅表現。既然佢哋喺小事上忠心，我都會樂於教佢哋更多。跟住我會分享給人施洗，亦都會教佢哋其他工具，例如步行禱告同埋守望互勉小組。我請佢哋從8人關注名單裏邊再揀出其他人嚟，呢次係嗰啲唔認識神、仲未跟隨耶穌嘅人。然後我再同佢哋一齊練習，同上次一樣，先練習講佢哋自己嘅見證故事，再講神嘅故事同埋神嘅祝福，然後我哋一齊祈禱。如果佢哋分享完名單上嘅人而有相信耶穌，我哋就大大慶祝感恩，因為神嘅家庭正喺度增長啊！
我會一直問佢哋有冇分享神嘅上好、更好、最好嘅祝福，因為明白呢一點係讓神家庭成長嘅重點。假如佢哋冇同人分享呢一個部分，我哋就會從頭再講神嘅祝福。從一個剛開始跟隨耶穌嘅人，要點樣列出關注名單，到點樣分享佢哋自己嘅故事，再分享神嘅故事，仲有分享神嘅祝福。呢啲都係讓剛開始跟隨耶穌嘅人學習同其他人分享嘅方式。練習完呢啲之後，我俾佢哋返去同嗰啲新信主嘅人去分享，所以呢種分享能夠一個一個傳落去。如果呢位新信徒再去同其他人分享，而且聽佢哋分享嘅人都信咗，然後呢位新信徒亦都同其他人分享，如果一直生生不息，係幾令人興奮呢？咁樣嘅人就係聖經裏邊所講嘅好土，佢能夠以我從未見過嘅方式，讓神嘅家庭增長。每當我遇到呢啲人，就會安排時間同佢哋經常見面。我願意投注心力喺佢哋嘅屬靈成長上邊，繼續教佢哋新嘅課程，例如給人施洗，點樣成立3分3小組。佢哋已經可以開始打一個屬靈嘅家庭，跟嗰啲新跟隨耶穌嘅人一齊成長。亦都因為佢哋對神嘅忠心，我好願意盡我所知所能同佢哋分享，然後再睇下神接落嚟會點樣做。就係要一步一步嚟，就係要俾佢哋機會嚟學習，嚟順從神，仲要同其他人分享佢哋所學到嘅。我亦都會為呢一個人祈禱，盡可能經常嘅為佢祈禱，感謝神俾我機會可以同咁樣嘅人分享，一齊學習，並且不斷求神將最好嘅祝福俾佢哋。